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共的东部战区透早宣布对台发动联合演训，陆海空军甲火箭军拢出动，佮强调讲这是对台岛的严重警告。中国配偶小美无伫昨的期限前离境，移民署安排下晡2点10分飞广州的班机，甲小美强制遣送出境。第一步是肩负责任，前问伫查股赚4亿7千万，红破动刑弃保逃亡，高以甲庭长的区中医甲法官陈永祥送评鉴。来看中共的东部战区，今仔透早雄宣布对台发动联合演训，陆军、海军、空军各火箭军拢出动，佮派出军舰甲军机对四面八方接近台湾，强调讲这是对台岛分裂势力严重的警告。咱国的总统赖清德嘛严厉谴责中共的军演，伫第一时间嘛指示国安、国防单位爱应变。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有掌握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将进入咱台湾的应变区，计共是有19只中共的军舰出现伫台海，伫今仔早起9点就随成立应变中心。中共航舰山东号带领着单钢舰出现伫台海。咱海军的所有军舰监控共军的动向，互相对峙。民航军舰也伫伫边仔，加所有军舰决定监控山东号一个原参舰。咱方的 RF-16伫咧空中监控中共的高攻击型快速战斗支援舰。中共航舰山东号编队大动作出现伫咧台海，强舰撞入去咱24海里的连接区，声援两岸紧张情势。台湾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中共对台湾组织的东部战区，初一透早无预警宣布对台湾发动联合演训，组织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派出舰艇多向瓦郡台岛，演训海空战备顺境，突出综合制权，对海对陆打击，主要区域、主要通道封锁控制。目标就是要反制台独。咱国防部长顾立雄讲，已经掌控山东号航舰编队进入台湾的应变区。有19台强舰进入台海，国军紧急成立应变中心来应处。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类似这个联合战备警巡的态势，那当然进一步再看看，山东号的在我们东南的这边的动态，那我们会有充分的掌握加以予以。另外，中共的海警配合军演，几多台舰艇出动，执行环台岛执法监控。总统府严厉谴责中共的军演。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已经指示相关单位严密的应处。中共也发布强军用卫星锁定台湾，模拟飞弹轰炸本岛。伫画面内面第一遍出现台北，包括101大楼，也制造文宣的大卡，考试赖总统的17项国安策略，企图封锁我国海上航道，还有对陆对海的打击，也就是飞弹攻击陆上的设施，乃至于所谓的这个多权的控制，也就包括自电磁权、网络权、资讯权，乃至于太空权的部分。咱国军是发布影片，陆海空三军严密的监控应对。伫台海前线展现捍卫港园的决心，批评强军部队组建的能力是虚假的。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配偶温琪甲小美，因为武统的言论防废止拘留的许可，温琪伫昨离韩其上尾日已经转去中国了，也毋过小美是还未离境。早起是传出讲小美已经家己去移民署的新北专勤队来报告，移民署嘛安排下晡2点10分飞广州的班机，甲小美强制遣送出境了。会后悔自己的行为吗？涉及翕影片宣传武统，防废止拘留许可。中国配偶孟庆温琪前一天是假调离归台湾，不过另外一个中国配偶小美无伫期限内主动离境。传出初一透早，小美是家己去移民署新北专勤队来报道。另外，移民署召开审查会，决议要甲小美强制出境，而且安排下晡的班机执行遣送。内政部、移民署、警政署从上个礼拜以来，对于执行公权力表现得非常的好，该配合的对象也配合得很好。那至于该执行的对象，
内政部自然要依法继续执行。行政院长杜英泰指出讲，肯定相关机关依法来执行。陆委会主委邱水正是表示讲，尊重主管机关依法行政，但是嘛呼吁国人应该更较包容、关怀，包括中国配偶在内的新住民。这些极少数的这些不当言论言行的这些陆配不要影响其他国内这个认同台湾爱护我们这块土地的这些其他新住民，不要有这些标签化的影响。另外，对内政部长刘世峰讲，小美和中国的国台办关系正密，沟通的频率正悬。邱水正回应讲，尊重内政部的判断和掌握的资讯，不过嘛，佫讲到进前中国配偶未台，进前是发动法律战、舆论战和心理战3战，后壁的动机和原因是无单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水价已经31档唔捌起落，张台水公司嘛已经将水价的检讨报告送到经济部，只是讲若要互台水的营运会当拍平水价平均就爱起26%。经济部长郭志辉早起是强调讲，水价敢要起，可以讨论。水价如果调涨或者是不调涨，那么对这个国内的这个物价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异？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经过这个水利署的讨论，那么台水公司可以再怎么样的透过这个管理的方法，透过这一些成本控制的方法，是不是有各种对应的方式？我想这个目前都还在水利署的研讨之中。目前是风声讲水价会来增加急剧，用水10度以下用户是无被调整来稳定民生物价。只是讲台水公司统计，即马卖1度电就要赔2.45块，今年可能会赔59亿外。经济部水利署的发言人郑正嘛强调讲，若要调整水价，嘛要考虑到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咱来看，立法院3月25日甲反废死、反戒严2项公道案政府立托。今仔早起立法院的民进党团搁在占领议场甲主席台，主张讲会议违法表决无效，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得爱进行协商。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嘛谴责民进党佮呛讲国民党一定会赔到底。一大堆手举牌和看板搭伫壁顶和桌顶，正大的八字是直接倒伫议场的中。立法院民进党团甲级动员拜日一透早就占领议场和主席台，因为立法院3月25日甲反废死、反戒严2项公道案是政府日托，为着要阻挡议会议事录的确认，民进党团连续几天伫议场排班抵制议事。蓝白的委员从来在意的不是总执行，他们要的是要让2个诈骗公投弄假成真，蓝白要的是让2个空壳公投生米煮成熟饭，只要有协商就可以开会。到底是谁拒绝协商？大家可以好好去问问韩国瑜院长。民进党团中心违法的会议表决无效，但是国民党团嘛出招，立委罗志强打罢免吴思瑶的海报，拿力变作海报战。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批评民进党引称重大的民生法案，把庄严的国会当作是搬马戏的所在，即天会奉陪到底卖立场。布置到底像刑场还是像灵堂？我们实在是在全世界没有看过这样一个执政者，我们对民进党深深的表达谴责，希望这样的一个耍猴戏的方式能够适可而止，让我们的国会重新回到正轨，能够好好的开会。今天国民党一定奉陪到底。另外，4月初2就是检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正案提出复议的上尾期限，对行政院长杜英泰宣布讲，中昼会举行临时议会来处理复议案。鲍坤基表示讲，国民党团是真危险，只要行政院正式提出了后，立法院一定会来否决。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另一包鱼，前负责人郑文迪涉嫌炒股票，赚4亿7千多万，红判当刑结果伊弃保逃亡。马洪表讲，高等法院合议庭解除科技监控，却无做书面的裁定报告。高等法院暂时开自立委员会，甲庭长区中医法官陈永祥送法官评价。今仔佫传出讲，高院的电话记录表亲像是有2种无共款的版本哦。高院是解释讲，是当初书记官漏交去，后来有做过修正。
伫镜头前讲甲真好，伊是台湾高等法院的庭长邱忠义。即马所互指控讲，造成经济要犯郑文迪浪港，讲伊召开自律委员会了后，甲伊含法官陈永松移送法评会做个案的评鉴。司法院嘛出手追究责任。司法院另外认为，依这个邱忠义庭长的违失情节，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庭长。我们后续也会提请人审会免兼他的庭长职务。引起争议的案件，就是联谊包戏前负责人郑文迪，伊炒作真侪档准托凭证，互加起来判刑30年5个月确定。伫个去坐假进前，人煞无去啊。当初时，高院合议庭做的裁定相关定数嘛引起质疑。早就伫个去年10月，就撤销郑文迪原有的电子监控，改用提关交保金来取代。但是合议庭无公开宣示，嘛无做裁定书，嘛无送去检方遐，甚至是拖到今年3月底，相关裁定才出来，种种的行为拢互指控讲有疏失。院方这边的责任就是看起来不是只是单纯的行政疏失而已，而是有这个抽换电话记录，然后这些就是违法的一个事情在里头，这个是院方一定要去查明。当然，民间司改会嘛发声讲司法出问题无公信，但是争议继续烧。公益阁方表出讲换电话记录制作2套版本的内容，检方2摆调阅，新版是假，无要延长科技监控这文字，方指控讲是涉及造假。但是高医澄清讲，一开始是司机官漏调无记，经过想起来了后，才改记真正的状况。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缅甸的大地震，已经造成2065个人死亡，超过3900个人受伤，有超过270个人失踪哦。因为所在厝倒去，根本未复救，灾区的味已经真重了。有民众等未赴军政府协助，家己做怪手要来救人。也毋过因为黄金72点钟已经过真久了，状况嘛无啥乐观。军政府嘛宣布讲全国哀悼1礼拜。这位无愿意透露名的生还者伫缅甸强烈地震发生迄日，为家己已经倒去的餐厅中滚量爬出来，而且也想要将员工救出来，也毋过做袂到。迄当时，伊甲其他4个人掉伫砖仔厝下堆几啊点钟，后来3名员工罹难，其中1个人遗体到即马也留伫内底。即马伊的感觉是已经互当局放弃啊。就出来就溜来了不过也，然后出来比较看到你家了，我别摆啥了，就家，然后咧，刚好路边的皮的比较嘛。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报道，即马是一年中上烧热的季节，气温外摄氏40度，一直有地震尾，百姓唔敢踮伫室内。有一寡砖仔厝下堆会当看到火粒，真臭的臭味飘出，推测有真侪人是死伫内底，也毋过无任何被开挖的情形。东寨区一间幼儿园发现大约有15个囡仔切盘虾甲教区7毫米，散伫砖仔厝下堆内。一位家长艰苦的表示，囡仔遗体已经找到，至少是完整的。援助组织经过缅甸的人道危机当咧恶化，尤其连病院拢震害，医疗容量根本就袂堪为负担。ကျွန်တော်ဒီကား呢，စုစုအောင်ခံမှန်းကြီးလောင်းရှိဘူးလို့ကျွန်တော်80-80လောက်တော့ရှိပြီကျွန်တော်တို့ရဲ့လုံညာလေ。缅甸军政府宣布31日开始全国哀悼1礼拜，也毋过更较侪百姓毋忙是将人救出来。军政府2001年正面夺权，内战展开，即摆拄到强烈地震，前2日也咧轰炸反抗军的砖头，援助行动能力明显下降，这也互这场担任200年来上大地震中受伤甲有落无厝的百姓处境更较严重。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伫泰国曼谷中资企业心计办公大楼，因为地震放弃，现场过抢救，也毋过已经第5天了。等待消息的家属心情拢真沉重，早起嘛要讨论讲，敢要大规模来学。另外，泰国的工业部嘛怀疑讲，这个心计大楼使用的钢材无合格，嘛已经会检测。泰国政府嘛认为材料确实有问题。泰国曼谷心计办公大楼倒去，当局继续搜救，即阵已经超过黄金72点钟，现场的气氛更加沉重。泰国工业部长怀疑这栋大楼有用无合格钢材，30带人去现场检测装起，尾后政府公布钢材确实有問題，引發當地媒體關注。ประเด็นแรกเลยก็คื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ค้นหา
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นนี้ยังมีผู้สูญหายอยู่ถึง74คนแต่ว่าการตรวจสอบสาเหตุที่เกิดขึ้นว่าสาเห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กิดจากอะไรก็จะเป็นอีกหนึ่งจุดที่สื่อไทยจะต้องโฟกัสเพื่อที่จะหาสาเหตุให้ได้ว่าอาคารถล่มในครั้งนี้เนี่ยวัสดุอุปกรณ์ในการก่อสร้างหรือ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หรือ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ที่มันไม่ตรงสเปคสั่นสะเทือนทั่ว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มีอาคารที่กำลังก่อสร้างอยู่หลายแห่งเหตุใดนะคะจึงมีแค่ตึกนี้ตึกเดียวจุดนี้จุดเดียวที่เกิดพังถล่มลงมาค่ะแล้วก็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ความสูญเสียได้อย่างมหาศาลขนาดนี้ตรงนี้สื่อไทยก็มีการติดตามอยู่นะคะว่าสาเหตุหลักๆเนี่ยเกิดจากอะไรก็แต่ละหน่วยงานก็ได้มีการออกมาแถลงเบื้องต้นอยู่แล้วค่ะแต่ว่ายัง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สรุปสาเหตุได้แน่ชัดค่ะ除了泰国審計局辦公大樓，根據中鐵10局嘅公開信息，喺泰國普吉島嘅皇家大學宿舍，請來皇泰局大學醫護人員宿舍樓，甲中泰鐵路第一期工程，攏共款是中鐵10局承包。中鐵10局嘅中國資金股份佔49%，這陣泰國商務部長下令要調查，萬國民眾發現徛嘅有必須驚家己厝也倒去。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เองเนี่ยเขาได้ส่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ที่เป็นวิศวกรเป็น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เข้าไป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ตรวจสอบแต่ละอาคารที่ได้รับการร้องเรียนมาเพื่อที่จะยืนยันว่าอาคารดังกล่าวนั้นมีปัญหาหรือไม่มีปัญหาแต่ส่วนใหญ่แล้วเนี่ยนะคะพวกคอนโดมิเนียมเท่าที่ได้ไปติดตามทำข่าวเองรอยร้าวต่างๆที่เกิดขึ้นที่ได้รับการร้องเรียนเนี่ยทางวิศวกรก็ให้คำยืนยันว่ามันเป็นรอยร้าวที่ไม่มีผลกระทบกับ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เหตุการณ์มันก็สงบไปแล้วแต่อาจจะยังมีแบบหลายคนตื่นตระหนกอยู่อะไรประมาณนี้ค่ะก็พยายามที่จะไม่นำเสนอที่จ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ตื่นตระหนกให้กับประชาชนอย่างเช่น泰國鋼鐵協會檢驗審計大樓28條鋼筋，其中有13條無合格，也發現鋼筋的製造工廠去年12月就已經互查封。不過到底為什麼會造成遐尼大規模結構的損壞，需要徹底調查來釐清責任。公司新聞綜合報道。再來看法國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頭人馬林勒龐，被指控違反內容後面的公款法院暫時判伊有罪，嘛判4檔的有期徒刑，禁止參選公職5檔，所以想要佇2027年參選法國總統，恐驚是無希望咯。判決的結果出來，極右派政黨國民聯盟的領導人馬林勒龐行出法庭了，無回應記者的問題，因為5年未當參選公職是嚴重的挫敗。Une seule discussion, une seule hésitation en ce qui concerne la déclaration de culpabilité。雖然馬林勒龐民調攏一直贏對手，不過怎麼伊是無法度參選2027年的總統大選，除非選舉進程上訴成功。C'est-à-dire en réalité de rendre mon appel inutile sur ce sujet pour m'empêcher de me présenter et d'être élu, dit-elle. C'est donc une décision politique qui était en train d'être rendue. Il ne m'en fallait pas plus, j'avais compris. 國民聯盟一個包括馬林勒龐在內27個人，和歐洲議會指控涉嫌加騙取370歐元的助理費，判有罪。馬林勒龐判4年，其中2年緩刑，另外2年掛電子解雇佇厝內服刑，一個10萬歐元的罰款。C'est dommage, parce qu'il aurait fallu un autre président, il aurait fallu le RN qui passe. Alors j'espère que Berdella il va passer.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Puisqu'elle a fait des bêtises。馬林勒龐講會上訴，不過時間可能會真久，因為檢察官要求的加執行5年內未當參選公職的禁令立刻生效，只有在選舉進程上訴成功，才會當解除未當參選的禁令。這件震撼性的判決可能會激發全世界因為司法影響政治的緊張情緒。政治分析家貝內代蒂就講，勒龐未使參選公職5年的禁令，是法國政治重大改變點，一定會重做政治的情勢，尤其是右派。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4月7日開始美國總統川普特別開始對全球來起對頂關稅。美國白宮是表示講，在美當時間的拜3，川普會來宣布關稅的細節，強調講這是會以國家做基礎的關稅。《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嘛指出講，川普講的對頂關稅有可能會來改做對全球所有國家攏起上濟20%的關稅。On Wednesday, it will be Liberation Day in America, as President Trump has so proudly dubbed it. The President will be announcing a tariff plan that will roll back the unfair trade practices that have been ripping off our country for decades. He's doing th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American worker. 白宫的发言人李威特美东时间31向记者证实讲，川普会伫4月初2，伫伊喙内面讲的美国解放日，伫6个月被动之下，伫白宫的玫瑰花园宣布以国家为基础的对顶关税计划。The goal of Wednesday are country-based tariffs, but certainly sectoral tariff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he'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m. 在川普上台以来的重大关税计划，就要互大家知影，这大对无确定性，互市场是造成观望的气氛。31美国三大指数一开盘就开始落，后壁落后才慢慢开始变较细。但是国际股市就无这么平静啊，规工落来，包括台股在内，拢伫大幅落起。We have 36 trillion in debt for a reason, and that accumulat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o I think what you're going to be seeing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ill be very inspiring to a lot of people. 《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目前是还未确定关税范围，但是将有可能对原本的垃圾15国对顶关税扩大到所有和美国有贸易逆差的国家，甚至嘛传出讲有可能对全球所有的国家拢扣20%的鸡头式关税。We're told that it's still in flux, things are still being finalized, but we know that if he goes through with this, it could have a severe impact on costs for consumers. It is already having an impact on the markets. 美联社记者表示讲，川普上欣赏的有名经济学家拉夫分析讲，干那汽车的关税，就会当互大家消费者买车的成本加4700美金，差不多是台票15万元。但是川普的目的是要制造业回流，继续伫短期内确实是会起，但是落尾大家嘛是会开钱来买美国货。对美国本土产业，尤其是有可能受害上深的农业州，可能都要做好第一期无好过的准备。但是对川普扣关税主要对象的全球各国，重大冲击有可能才拄要开始。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明仔载特别来扣对顶关税哦。咱国的经济部长郭志辉是强调讲，已经模拟各种的状况，提交报告予行政院经贸小组了。另外，美国对外贸易障碍的评估报告点名台湾，针对美国进口车有数量的限制，针对美国猪肉漂市，还有美国牛排检验哦，嘛拢可能有贸易障碍。美国总统川普按算伫咧4月初2公布对顶关税措施，就伫前2个交易日，美国股市的4大指数收盘有起有跌，也若台股4月初1大盘是以20884点开出，指数大起188点，尾后表现正强，上悬是到21163点，收复21000。电子股也摆脱前一天大盘阴影，开悬行悬，盘中是涨到936块。不过，伫时间愈来愈晚，外界伫咧注意中央部会敢已经做好准备。这个经贸小组呢，由行政院在负责。譬如说如果加10%，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加25%，我们会怎么做？所以所有的情境我们都经过这个分析推估，那么找出因应的方法。经济部强调，针对美国要扣对顶关税，咱有模拟推估相对应的情形。报告予行政院经贸小组，相关部会伫4月初3开始讨论，上紧可能伫咧4月初7左右，行政院就会公布具体协作方式。不过，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31个对外贸易障碍评估报告，内面特别点名，台湾对进口美国规格车设有数量限制标准，一个猪肉产品的完善地标示。以及美国牛产品的检验措施，拢可能是构成贸易障碍。那在于这个对等关税的强迫之下呢，可能会迫使我们在条件的接受跟条件的开放上呢，会更明显，变成说以美国的这要求来作为一个调整。专家分析，美国方面的关税政策上大目的，可能是要争取贸易谈判条件，想要叫世界各国把产业的保护线收起来，不过不要牵涉到庞大期待。伫美国方面公布正式的措施进程，大家拢典型应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糖园有消费者指控讲，伫连锁店食煎饺哦，特别食了，才看到讲亲像有加过的橡泥糖，店家说这讲迄是肉。连锁业者是表示讲，若分店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违反合约得解约。伫有名的煎饺店买15粒的煎饺，食到剩3粒。详细看，竟然有包过橡泥糖伫内底。那个是生肉，所以老板，你跟我说这个是生肉是不是？对，生的肉，然后它煮了以
颜色很像口香糖。哎，没有，它就是口香糖，觉得蛮恶心的啊，就是当下就是整个身体发毛，然后有点想吐。但口香糖不是，就是没吃过，它是吃过的口香糖在里面。针对店家办公室清白，董事长叶先生真生气，请店家回看看市容也去。店员唔拿将帽仔摕落来蒙头毛，然后将手扣入嘴内，卫生真无好。倘查有不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规定项目，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条规定，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昨天的话，长官他们就是有紧急在晚上就是到门市那里去做了一个集合。对，那针对门店的话，它有几点就是不符合公司规定。煎饺店大门锁起来无情无营业，连锁煎饺业者回应，问市加名主严重影响消费者权益甲合约规范，会随终止加名关系，也积极甲消费者联系，妥善处理后手服务的代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市民教路陪幕用火就爱洗哩，昨日岛公墓就发生火灾，小3点钟才拍花。台东县消防局甲台东林保分所是会呼吁民众市民陪幕尽量就莫烧纸钱，若要烧金纸就要等火化去，人才会当离开。绿岛公墓31日下昼发生烧纸钱的杂草火警，因正高，而且迄当阵拄好透大风，互火势拖正紧。绿岛消防分队用3点钟才把火拍花。绿岛民众昨天蛮多人去绿岛镇南寮公墓做扫墓，那有蛮多民众在焚烧金纸，那因为焚烧不慎，引起旁边的杂草引燃。绿岛消防分队讲，炭烧的面积差不多0.5公顷，因为绿岛的水源无够，若发生杂草火警是真歹救。去年绿岛也捌发生过民众烧纸钱去烧到林班地，经过一天一暗火才控制掉。也是因为祭祖所引起，而且那里水源不足，本分署呢还出动了陆海空的紧急救援。一日拜六就是清明连假，真侪民众会去公墓扫墓。台东县消防局加台东林保分署呼吁民众，尤其是伫咧离岛陪墓的时阵，尽量莫烧云纸。若真正要烧，也等规拢烧煞，火熄去该抬起了，人才会使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警方接到报案，讲有国小的查甫囡仔伫市区，毫无熟悉阿伯带到附近的停车场性骚扰。警方嘛已经找到这个嫌犯，甲移送法办。监视器内，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骑机车来回伫巷仔，等待为补习班下课的查甫囡仔。所来，伊将查甫囡仔带去附近的停车场，开始要求查甫囡仔脱衫，也伸手去摸查甫囡仔身体。像是一个预谋犯案的一个行为，非常恐怖。那我们对于补习班附近会发生这种事情，非常的讶异。孩子一直要求家长要把门锁好，一直重复的要求啊，晚上也睡不好。这件性骚扰案是发生伫3月30日，警方接报了后，将这名查甫人的身份佮约谈到案。查甫人所表示，家己只是随讲话无恶意。因为警方调查发现，伊几夜摆来回伫事发地点附近，动机真可疑。巷弄内骑车徘徊期间，疑似有对该民众性骚扰行为。警方获报后，立即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现已查缉嫌疑人到案。全案将依性骚扰防治法送办。虽然警方强调会加强巡逻，也毋过家长艰苦的呼吁，家长爱加注意囡仔上下课的安全，也希望民众伫看到囡仔需要帮助的时阵，会当出手斗相共。因为查甫囡仔身心到即马拢无法度平复，可能需要做心理治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加看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让22冬后又搁伫台南市要举办，伫4月19到24会有18000外的选手参加市政府早起是专工来台北开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德是表示讲，全中运的选手拢正少年，应该拢正爱听演唱会强调讲今年开幕的表演者拢正声人捌。打上网3礼拜 ，YouTube 的点阅数量就1824万。韩国出道的台湾女团范娜小瑩，伫咧114年度全中运记者会现场演出，替4月19的开幕式暖场。非常期待，因为听说今年的卡司非常的厉害。
那 Jam Blue、日本女团 QT Sweet、韩国 Super Junior 的李旭、台湾罗光中、甲赵依依，拢会伫开幕式演出。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全中运的选手是中学生，少年特别介意演唱会才会安尼安排。也台南让22档搁再举办全中运，对台南的体育发展也有帮赞。这几年来，台南市的这个全中运的表现，以及全国运动会的表现，事实上都越来越好，但我们还是要努力。事实上，在体育的境界里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24号结束了以后呢，27号开始就是长荣大学举办了全大运，然后我们把2个赛位衔接在一起。所有的选手，未来我们的亚运、奥运的选手，也许就是在这一次这个全中运里面来产生。原底就有真侪人去台南观光，佮加上1.8万名的选手甲相关人员，会伫4月19到20来到台南。黄伟哲就古都马拉松的经验表示，交通、旅社、场地甲人流的管制拢无问题。也毋过由原会认真来举办，互选手顺利比赛，摕到好成绩，帮助因升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去年台中市政府定儿童节活动，互国小会当伫儿童节的迄礼拜选一日，毋免排册包，嘛毋免穿制服，毋免踮伫教室，嘛无功课。也毋过传出讲今年取消这个活动咯。也毋过教育局是表示讲，其实是无取消，今年是授权学校家己来发挥创意，看要伫儿童节来办啥物活动，拢会当。伫咧巷园走来走去佚佗，儿童节即要到咯。去年台中市府订定欢庆儿童节活动计划，互国小伫咧儿童节迄一礼拜经一天，学生毋免排册包，毋免穿制服，毋免待伫咧教室，而且无功课，安排多元的创意学习活动。但是今年传出取消，小朋友听到消息拢感觉真失望。我比较喜欢去年的，怎么说？因为平常功课就很多了，那天就儿童节就可以不用写功课，然后也不用带书包，感觉还蛮有趣的，就是可以有更多时间可以玩。会觉得平常课业的压力就很大了。有点。其实台中市10多年前就曾经举办过三五一无的活动，但是后来转型为儿童嘉年华探索活动。去年考量新课纲，强调学生素养跳脱传统学习，又搁复办三五一无的活动。中庆国小今年儿童节决定改以结合实务均衡，举办关键实在的活动。校方认为拢是学习的过程，师生拢会做好调适，欢喜参与。创意活动他们都乐在当中，那我觉得我们老师更是聪明哈，他们也会很技巧性的引导，因为就算不带书包，那没有上下课，但是我们就变成一整天的。不是只有活动而已，其实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也尊重各校的创意发想，所以我们今年度就是以儿童节的活动主题来定，就是以我的兴趣、我的超能力来鼓励各校设计活动，让学生可以有一个展现才能的机会。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今年定我的兴趣、我的超能力作为儿童节的主题，授权学校家己安排多元的活动，无搁限制伫咧去年三五一无的小确幸，互学生欢喜过节，也尊重学校的创意。公司新闻台中报道。这件话已经是国安危机哦，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内政部伫2013年甲儿童局取消，甲儿童相关的政策是交予各部会去处理，安尼无法度有整体规划哦。伊是呼吁政府应该再来成立统整所有儿童政策儿童家庭局。台湾这几年，毋但是政府关注少子化的议题，对虐待囡仔、托育问题、到儿少性暴力等等，伫咧民间拢有高度的讨论。有民团在4月初是儿童节进前，在4月初一针对国内少子化国安危机、儿少自杀率也悬、甲家庭陪伴功能欠缺等等，指出目前家庭含儿童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劳动部109年的统计，我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每位子女，平均其实只有7.7个月的。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好像整个台湾的育儿环境是倾向于让整个家庭独自去承担一切的家庭的负担。我们认为说，育儿家庭它是应该要被支持的，而不是被相对剥夺。
兵团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呼吁政府有责任爱协助爸母请养囡仔，确保囡仔的权利受到保障。另外，日本为着因应少子化，在2023年成立儿童家庭厅来综合规划儿童相关的政策。兵团指出，台湾自2013年内政部儿童局撤掉以后，和儿童相关的无论是教育、卫生、法务等等，拢分散伫各部会。因呼吁政府应当整合专业资源，成立儿童家庭部，和儿童福利有较整体的政策规划。我们分科太严重，因此我们非常需要儿童家庭部来统整这一切的，包括政策、包括福利、包括安全、包括教育、包括卫生，这一切的资源，我们非常需要这个部门。事实上，3月2日，卫福部在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接受立委质询的时，有表示当地研议成立儿童专责机构的方案，兵团呼吁政府脚步都要赶紧，让家庭会当安心生育，嘛落实儿童权利。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明仔4月初2號是咱台灣的社工日，早起有社工團體是開記者會，因批評講，即馬有社工的勞權受到侵害，有部分縣市甲社工改做是專案人員，減少社工的薪水，佫有來縣市佫欠社工助理薪水，台北市就有社工助理已經2個月無領到薪水咯。薪資拖欠零容忍，按時給付是基本。幾落月社工人員這個工會代表甲立法委員，初一早起佇咧立法院開記者會，批評即馬的社會安全網第一線社工勞權出現漏空。譬如講，佇最近的調查發現，包括雙北、南投、高雄等6個縣市拖欠社工助理薪水的情形，甚至包括台北市也佫欠2個月。1月份的薪水到底什麼時候發？1月份的薪水是3月17號發。倘若确实有违规的状况，这些受补助的单位，卫福部当然要去要求他的补助要能够去落实。另外，社工工会也批評，有一寡縣市透過職務變更的名義，將社工專業人員改做專案人員，來閃避社工薪水制度，造成社工變相減薪水。只要是政府的補助或委託方案，社工的薪資就一定要38898。把社工變成專案人員或專業人員，社工的薪水可能就變成剩32000或36000。主要是考量亲子馆里面的服務內容，包含托育跟照顧的諮詢等等哈。那工作性質跟社工還是有別，所以就調整親子館來改聘用專案人員。衛福部回應講，頂禮拜已經函文到各縣市政府，要求對社工相關人員要準時發薪水，做到相關補助規定。不過，社工工會強調，因為檢舉拖欠社工助理薪水的地方政府，要求地方的勞動局要進行專案勞檢，維護社工的權益。公司新聞採訪報道。本地3月底特別實施的算點鐘的看護義工哦，傳出講一工24點鐘就要3500塊，有民間團體抗議講計數傷貴咯。勞動部是表示講，應該準備會佇清明過了來公告實施的時間甲收費的標準。為了滿足急動症家庭的短期照顧需求，勞動部推出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劃，以及予外界清水重點看護義工需要自費申請。不過，遭到雇主協會批評，這樣政策立意良善，也個承辦單位的收費計數傷懸，反而增加民眾經濟負擔。現在最低的 range 3000，30天也就9萬塊了。那一個月真的有多少個家庭會支付得起這9萬塊嗎？雇主協會指出，就以北區試辦單位進行公布收費為例，一擺4點鐘服務就要代表1250塊，12點鐘3000塊，24點鐘就要3500塊。甲現行家庭看護工月給大約2萬塊，非法義工24點鐘大約是1200塊來比較。重點的看護義工重點會較懸，煩惱當前家庭可能因素更加歹請到家庭看護義工。鐘點看護工的薪資既然遠高於在家裡 full time 的家庭看護工的時候，那你就會來搶走我們這些正在照顧重症失能家庭的現有的看護。我們正在做最後的前置和盤整作業，目前預計在春假後上路。
劳动部强调，这位是身心障碍重大伤病，也有3个月内有就医也是手术记录，符合车家庭看护义工资格，长期照护适龄等级2级到8级的，若有紧急、临时、短期照顾需求，就使自费来申请重点的看护义工。就已经核准北中南东区总共6间社福团体来试办，有个签名过了后，会正式来公告实施的时程甲收费标准。记者综合报道。比特犬连续加上民众的事件嘛引起社会关心。来看高雄的比特犬计共是502只，数量是全国上济。有高雄市议员就建议讲，主人应该爱先去上课。动保处是表示讲，目前是用鼓励方式，有安排线顶甲实体课程，互民众来上课。用漫画的方式将市町部的相关知识做成影片，放入网络，互民众学习。高雄市动保处的网站顶端拢有提供相关的课程，因为进前比特犬家人的代志，和各界开始注重饲主的教育。高雄市的比特犬502只，全国上济。有议员建议，唔拿比特犬，包括青岛丁在内，要饲危险动物的人，应该爱先上过责任教育课程才会当饲。我们可以再把它的一个数量再提升。让更多市民可以接触到这相关的一个知识。其实现在是说，这个线上或实体教育课程，把它变成一个前置的条件。就是说，饲主要领养以及购买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要完成这些课程。就像我们要驾驶车辆，我们要考驾照的类似这样的概念。动保处表示，目前高雄的饲主教育课程是鼓励性质的，112年拢总办过77场课程，有6251人次参加。113年将课程甲活动结合，办71场到5万外人来参与。由此可见，若是干那用上课的方式，无强制手段，可能效果有限。针对敢爱强制上教育课程，民众有看法。如果会让大家都安心的话，是可以强制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强制性是让其他人安心啊，倒不是对什么有用这样。多像相关的课程啊，这些内容的部分，我觉得它没有，因为它没有强制性，那它其实相对来讲只是柔性劝导没有法则的情况下，我觉得在以目前现况的法规下，它其实很难对从源头饲主这一端去做任何相关有效的管理啊。动保处表示，针对议员的建议，因会来研究改进。另外，进前因有发文和高雄市502只比特犬的饲主，要求因爱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造成意外甲受罚。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为着要提升全民防灾救灾的能力，云林县政府开3000多万伫岛南的石鼓国小设防灾教育科技中心，这嘛是全国头一个防灾教育中心哦。针对火烧、风台、水崩沙、有电动顶灾害来进行防灾的教育。迄日雨伞、太阳大风大雨临场感，为了提升县内学生和民众防灾和救灾中心和能力，文管府开3300多万，利用岛南石鼓国小8间教室活化，打造全国第1间防灾教育科技中心。比较平价也比较常见的是沙包，最主要是因为防水闸门的造价比较高昂，但在云林县很多海线的学校都设置有这样的设施。防灾的一些设施设备或者相关的一些教学的一些模式我们都会引进到这个学校里面来。我想它会提供给云林县各国中小在防灾教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场所。教处表示，防灾教育科技中心建伫4间的防灾体验教室、4间防灾创意课程教室，以火灾、风台、大水、地震和土石流等10年的实践，要让学生和民众在模拟的环境中学习应变，体验学习灾害发生时的逃生技术。现在地震非常频繁那我们如何在这地震这过程当中如何赶快逃生？我想这个基本的观念跟常识也是非常重要。文管府就讲，面对风台和地震水灾等应变，管府会在草岭、华山等山区建立边坡滑落监测器，沿海较低淹水地区设置注意及时的监测系统，持续引进先进的防灾设备和教学模式，将防灾教育科技中心提供各中小社区民众做体验。举办讲座和训练课程，来提升防灾能力。公司新闻王雄为你报道。来看屏东恒春的南湾海区前2日出现50多只海翁甲海猪，昨特定海翁甲海猪又搁出现，甲2只大只海翁围钓的。有学者是指出讲，因可能是想要甲这2只看起来孤单、无啥体力的大只海翁抓起来。
海边出现真大的海翁鱼尾，互民众拢真欢喜。屏东恒春的南湾海域3月31日出现2只目测体长大约12公尺不等的大石海翁，周边还有真侪疑似海底壳内底体型真3大的卫虎鲸30-40只有吧，一年可能遇到一次，可是都是1只2只搁浅的。鲸鱼看起来的活力不高，如果海豚靠近鲸鱼多一点的时候，鲸鱼都会拍尾巴，可能就是要把它们赶走吧。大石海翁已经真久无出现伫恒春附近的海域，互畅水客也是游客拢真欢喜。资深的船长表示，过去定定有海翁为着钓鱼仔出现伫恒春沿海。港外啊2条石头，遐都有啊，下一摆到遐就对啊。民众伫水下翕到大石海翁的形影，来到水面就发现大石海翁像会互卫虎鲸包围。学者表示，卫虎鲸平常时确实会攻击海翁的囡仔，但攻击身体较罕见。怀疑2只大石海翁可能是体力无够的个体，甲伊的朋友游得比较慢或体力比较不好被盯上，因为他们很聪明，你换气我也要换气嘛。要起来换气的时候，它整只大只把你压下去，不让你换气，就让你呛水，让你身体越来越弱。我觉得行为确实是有点像。现场卫虎鲸大约有2群，总共50几只。学者推测可能是族群食物的需求较大，才会选定围捕大石海翁。嘛呼吁游客甲水上活动的业者唔通越过，以免惊扰海翁海池。公司新闻陈环武、柯正准屏东报道。儿童节要到咯，全台湾为一间防晒牵镜土地公的三星联合福德庙，专工请文书工作者以手甲卡相关的成语来设计做册仔，互囡仔伫顶头印手印还是卡印，来诚做是儿童节的礼物。手动是印泥印在字帖顶悬，完成大显伸手双手万灵者祝福话。全台唯一供奉牵镜土地公的三星人和福德庙，请文书工作者陈延凯来设计，推出和手卡有关系的成语做的字帖，囡仔用手还是卡来印在字帖顶悬。土地公加持了后，就是个人专属的囡仔节礼物。囡仔摕土印好的字帖，甲土地公的身上头前写多写。这阵土地公牵一个囡仔是真特别，互在地人讲是囡仔的守护神。文书工作者嘛推论这座特色的身上出现的缘由。东西刚好3星地区的开花，所以讲那个时候人丁就是一个劳力嘛，所以讲等于说应该在开花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些等于讲垦民，伊希望讲会使。能够人丁旺盛。这座牵囡仔的土地公伫地方顶悬，加侪民众拢会来祭拜，祈求厝内会当加囡仔、加财富。出现背景，文书工作者推论讲是三星地区拄开发的时期，伊当阵加侪家庭拢是做田的，有人力的需求。透过儿童节，尤其咱这个土地公有牵囡仔有这个守护神的概念，所以讲希望讲从囡仔大，咱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家己的囡仔带来遮，来。感染一下咱这文化的气息。庙方就是因为最近几年，真侪少年人已经无重视在地传统的民俗，才选伫个儿童节这天，以送特色的字帖和含量转运的小红包，希望会当成这少年的爸爸妈妈，带因12岁以下的囡仔到土地公庙内面来祈福。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最近伫网络未少人家己训练 ChatGPT 学台湾开口的开讲计划哦。另外，佫有台语的文学作家，嘛招大家做伙来建立台语的有语料库，望讲会当互台 AI 嘛会晓写台文。最近伫咧网络顶有愈来愈侪网友在试用 ChatGPT 要互伊用台语对答，咱即马就来试看卖。ChatGPT 应讲伊会晓讲台语，毋过实际上伊的台语比例无介悬，嘛显示台语对答的品质无够稳定。为着要收集愈侪文本来训练台语 AI， 民间长期驻心伫自信技术应用的 IMA 协会，带头发动台湾通识计划。台语作家吴忠祥嘛参与在内，伫网络顶靠真济台语文学的作家，同齐授权台语文学作品来建立资料库，互 AI 学台语。恁写迄论文啊，拢足大本嘛吼。一本拢20-30万字，伊遐就是拢有思考性的文字。这种思考性的文字嘛是真好，真做迄个 AI 的教材。咱咧训练 AI 迄个语料，过去较早来讲，较少迄种较感情的迄个结构嘛。所以你用小说来讲，你就互 AI 去会使去学习迄个感情的结构。这毋是文字啊，是文以载道。文字内底咱有特别，咱每个国家每个
地方咱想的代志是无共款的，毋是讲一定是你翻译过来就好。吴中祥表示，只要有完整的一段文字，拢真适合摕来做资料。目前愿意支持计划的台语文作者已经超过10人，尚无累积300万字，希望招各界做伙来达成1000万字的目标。另外，长期关心语言发展，嘛投入 AI 应用的学者廖元富表示，除了训练 AI 学台语，嘛希望未来 AI 通用伫咧教学，也是互学生伫课后练习台语的听讲读写。老师去像讲出作业啊，出考卷啊，或者是可以啊那也在做者台语的技能就在学生去练习啦练习台语听说读写拢会在练习班。台湾同时计划的发起单位 IMA 表示，这个计划是建立伫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精神基础。目前先对台语开始做资料库，嘛希望其他国家语言、客语、原住民语等等，未来拢有机会通加入。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台南市推动双语政策，要求各中小老师都要用英文上课，佮录影引起反弹。不过教育局是表示讲，因会来调整。老师用英语咧教活动式课程，国校今年的囡仔大家举手发表，课程看起来真深色。这款课时英语的教学认证计划，即阵伫台南市所有不少老师的反对。我是教艺术的，那我就会比较 focus 在我的学科内容跟它本质。英语会放在需要做一个概念重整的时候。你伫咧上课时候讲一寡英语，种英语是每一节课讲拢差不多，对囡仔的英语其实无提升。工会讲，这看起来咧杀双语，不过其实是伤害教学的品质。更加重要是，因认为这项政策压迫到原来学科，佮有本土语的教学时间。有学者是批评这根本无相关的法源，嘛违反国家语言发展法，强烈建议教育局爱随废除。你这个非英语课程内面你学的时阵，伊是无专业的老师嚟教，无专业的老师教，敢会讲对你的这英语有帮助？阮的判断是，应该是愈教愈差。面对批评，教育局回应，计划实施适当，是可以要营造学生自然学英语的环境，并无强制学科爱用英语来上。好像有些孩子会觉得，老师在上课中用一些课室英语的指导语来引导他们上课，他觉得这样子是蛮有趣。教育局强调，这项计划并无脱离教育的本质，不过教产会参学界是呼吁，市府得看好清楚现场教育欠的是啥物，唔通为着数据甲政绩伤害老师的教学空间。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今年的世界博览会4月13日日本的大阪开幕，这届有设计2公里长、世界上大调查做的走路嘛已经立做世界纪录。台阪这个由大圆圈围起来所在，就是今年世界博览会所在。到时阵，包括台湾在内，有158个参加展览。进入展区，首先会当看到转长2公里、悬差不多12至20公尺，拢用茶做的宽状回廊。伊是建筑师藤本壮介作品，已经互金氏世界纪录，立做世界上界大的木造建筑。Ring, it's a circular shape, and this is representing the place where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is coming together. So creating a diversity and unity together in here. 建筑师讲，圆圈的灵感是为日本传统木造建筑结合现代工程技术，佮采用互结构更较稳定的连接技法，互游客不管风台如何，拢会当伫世博场馆参观。今年世博主题是互生命闪耀光辉的未来社会蓝图。日本馆设计一个循环水池，互 Hello Kitty 穿32种无共青色的服装，宣扬水草类对永续发展的各种用途。德国馆是用科幻制式的设计来表达这个主题。目前有少数场馆已经先公开，不过宣传出展区的部分工程进度上慢，也搁伫赶工，互外界真烦恼。基本的にはやっぱり外を工事し続けている状態っていうのはもう開幕の時にはなく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で、もしかすると一部国が内装とか展示の部分の調整を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それは別になんか開幕に影響を与えるようなものでは多分ないと思っていて。世界博览会要伫4月13开幕，展期维持半年。主办单位估计可能有1000万人次到场参观，不过真正传出预售门票成绩无亲像所想的遐尼好。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5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8度。
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的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